这是的，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新闻节目，我是主持人卓玛。本期的新闻要点有：达赖喇嘛尊者向西藏青年学子开示佛法；达赖喇嘛尊者接见参加社会交流、情绪和论理学习培训会的各国学员；达赖喇嘛尊者致函祝贺土耳其新当选总统埃尔多安。联合国条约机构敦促中国消除对西藏妇女一切形式的歧视。东突厥斯丹和香港的人权活动家访问巴西西藏之家。比利时和法国藏人代表应邀参访法国参议院。瑞士联邦议会支持西藏小组致函质询赛默菲舍尔科技公司。西藏前政治犯顿珠汪清访问东京西藏之家。德国藏人协会召开年度理事会议。驻澳洲代表伽马森格为新南威尔士州周末藏语学校揭幕。比利时藏传佛教机构为达赖喇嘛尊者举办长寿祈福法会。第28届至尊国母纪念金杯足球联赛在达兰萨拉开幕。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应西藏青年团体之祈请，西藏精神领袖第14世达赖喇嘛尊者于本周二5月30号为期2天，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的大乘法院，向青年学生为主的各方信众开示了三皈依及发心仪轨等佛法课程，并在31号传授文殊随序灌顶。达赖喇嘛尊者在法会上致辞时强调了修习菩提心的重要性，并进一步呼吁与会青年学子持诵文殊菩萨的礼赞文和心咒，提高思考和学习的智慧。另外，达赖喇嘛尊者于上周五5月26号在印北达兰萨拉的勤宫特别接见了参加社会交流、情绪和论理学习和基于认知的慈悲培训会的主持人和各国学员。尊者在发表讲话时表示：当俺是超新年三九恰些，是当然超新年这个人物里地讲了，大家好让我弄不到这个忙住印度这呢，这个主要是说对不休息，出养眼之后对不对？当俺让的样的老也该用的啥是他人工作对吧？是给没得的，因为的。俺这到这些的本来干老说的就是这的，去跑出到去路主要就是这，俺是切土窑的。这印度上呢，俺们呢，俺那边的，监管人不去些呢，修理就讲带些，哎的，给下他要么的，不自古是带这个。但俺说，让我忙住的这些个到弄我来来的带的是呢，俺的家乡的三小下的要的，真正人的亲戚兄弟间呢，每年都给些，这俺的娘家有的些，其实可可以来一个判断要求啊。此外，达赖喇嘛尊者还于本周一5月29号致函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祝贺他在土耳其总统选举中获胜。尊者在贺函中希望土耳其人民在新任总统的领导下继续繁荣，并为日益相互联系的世界和平与稳定做出重大贡献。另外，在联合国条约机构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第85届会议于上周五5月26号在日内瓦结束后，联合国专家于本周二在其结论性意见报告中提出并敦促中国政府确保禁止对所有妇女的歧视，包括消除对西藏妇女的歧视和压迫性政策。联合国专家们在结论性意见报告中敦促中国政府立即停止在西藏实施的非自愿劳动力转移和职业培训计划，并与受影响的西藏妇女进行有意义的协商。
此外，委员会敦促中国尊重、保护和促进西藏妇女的文化特性，并消除包括对西藏妇女在内的各民族、宗教和语言等少数群体妇女的交叉形式的歧视。藏人行政中央驻日内瓦办事处代表赤列去己对联合国条约机构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的结论性意见报告表示欢迎，并感谢该委员会坚持履行其职责。与此同时，国际人权服务社中国和拉丁美洲项目经理拉斐尔·亚维纳·戴维于本周一5月29号率领一个由东突厥斯坦和香港的人权活动家组成的代表团，参访了位于巴西圣保罗的西藏之家。在参访巴西西藏之家期间，代表团成员与长期支持西藏的社会工作者利亚迪斯金教授和帕纳斯雅典娜协会的学术主任托维涅范阿克进行了交流。另外，法国参议院支持西藏小组主席杰奎琳·尤斯塔什·布里尼奥参议员于上周三5月24号在参议院发表了有关法国参议院支持西藏小组代表团在今年4月访问达兰萨拉的报告。第17届西藏人民议会欧洲区议员图丹加措、藏人行政中央驻布鲁塞尔办事处代表仁增曲真更康、藏人行政中央驻巴黎联络处联络官图丹次仁和工作人员吉梅多杰受杰奎里·尤斯塔什参议员的邀请出席了报告会。此外，瑞士联邦议会支持西藏小组于近日公开致函美国科学仪器供应商赛默菲舍尔科技公司，呼吁该公司公布与中国政府之间的不道德商业行为，特别是该公司向中国政府提供在西藏大规模收集藏人基因样本的器械等方面的详细信息。在致给赛默菲舍尔科技公司董事长的公开信中，瑞士联邦议会支持西藏小组对该公司可能支持中国在西藏实施大规模镇压政策方面表达担忧和关切，并且要求该公司详细说明该公司向中国提供用于在西藏大规模采集基因样本的器械和技术时，采取了哪些措施来进行尽职调查。藏人行政中央驻日内瓦办事处代表赤列去己对瑞士联邦议会支持西藏小组的立场表示欢迎，并感谢他们为解决藏中冲突所做的持续努力。另外，西藏电影制片人、知名前政治犯顿中汪清和他的家人于本周一5月29号抵达日本东京的西藏之家，受到驻日本代表次汪加布阿若亚博士和工作人员的接待，并向他们介绍了驻日本办事处和西藏之家的运作，以及日本支持西藏自由运动方面的情况。在访问东京期间，顿中汪清先后会见了日本各大媒体的记者和支持西藏人士，并在交流时谈到了他拍摄和制作的纪录片《远离恐惧》的背景和意义。驻日本代表次汪加布阿若亚博士介绍了顿中汪清和他的家人为西藏的自由和正义而进行的艰苦斗争。与此同时，总部位于柏林的德国藏人协会于上周日5月28号在科隆市举行了年度理事会议。藏人行政中央驻日内瓦代表赤列去己在主持会议时赞扬了该协会成员做出的贡献，以及他们在协调驻日内瓦办事处各项计划和项目方面做出的努力。另外，藏人行政中央驻澳大利亚代表冈马森格于本周二5月30号在位于新南威尔士州中央海岸地区为新成立的协永吉彩林周末藏语学校落成典礼剪彩。代表冈马森格在典礼上致辞时呼吁当地藏人民众，特别是学生家长，支持和鼓励他们的孩子维护和学习西藏独特的语言文化。此外，在1年1度的萨嘎达瓦月期间，位于比利时的6个藏传佛教机构和文化中心于上周六5月27号在安特卫普省的斯霍滕市为达赖喇嘛尊者举办了一场长寿祈福法会。藏人行政中央驻布鲁塞尔代表仁增曲真更康在法会上致辞时，赞扬了比利时各藏传佛教机构共同为达赖喇嘛尊者举办长寿法会的盛举，
并表示希望今后有更多的佛教团体能够一起参加相关法会。比利时各藏传佛教机构和当地藏人社区的约200多名藏人信众参加了当天的法会。请继续收看本期节目的最后一则消息。第28届至尊国母纪念金杯流亡藏人足球联赛于本周四6月1号在印北达兰萨拉的西藏儿童村学校正式开赛。藏人行政中央司政边巴次仁和西藏人民议会议长康波索囊丹培及各机构的代表和数千名民众出席了开幕式。本届足球联赛于本月1号至11号在西藏儿童村学校的足球场举行。来自印度、尼泊尔、欧洲和澳大利亚的16支流亡藏人社区的足球队参加了本届比赛。至尊国母纪念金杯足球联赛是流亡藏人社区最大的体育赛事。该赛事是为了纪念达赖喇嘛尊者的已故母亲德吉才仁，于1981年首次在印北达兰萨拉开赛。此后每年在印度境内的各流亡藏人社区举办年度联赛。各位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欲了解更多有关西藏境内外的讯息，请登录屏幕下方的网址。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